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，就你来听一条日本时代台语流行歌。陈君玉作词，想要弹上调。歌词是在写了的满人的心肝。头一拍讲，心肝想要甲伊弹共调，哪知心头又飘摇。一份无言通通透，满腹的心潮，心肝闷，总想袂晓。实在讲，咱真知影陈君玉伫日本时代，毋但敢若插着台湾新文学运动，尤其对台语歌的事业，人伊玩啊了真深。捌做甲唱片公司的文艺部长，文艺部的主任呢，尤其甲伊一对手咧作曲丁武宪先生。出名的作品有《雨夜花》《望春风》《四季红》《月夜秋》。毋只两个合作这条《想要弹上调》，伫日本时代原来流行一站，因为歌词实在太美了。第二拍歌词煞落去讲，手举悲白，就想要来弹，敢着来弹相思歌，互伊会知影着我爱甲伊对看，琴对琴，双双合弹。是啦，伊无伫我的眼前，无伫我的身躯边，毋过我的心肝互伊挽去。我问讲，我一支琴，伊也一支琴，两个合弹，就亲像汉语伫咧讲的琴瑟和鸣。啊，这条想要弹上调，原主唱人孙顺伫日本时代游玩也真出名。咱大家拢知，迄条台语歌的经典《望春风》，游玩是孙顺演唱的。这条歌。第三拍的歌词煞落去听，讲弹了一曲，又再弹一条，心潮流落拢忘了。风吹树骹静悄悄，秋桐哭无了，较弹也是单数调。实在讲，虽然足好听，啊，毋过伫民间恬静60-70冬，就爱到凤飞飞。伫1995年代，将这条歌重新再变出来，重新灌录，咱大家才有通再听到。尤其真正诉出相思的心情。过去的汤干蜜甜，如今只有留落弹词调、弹相思的曲调。你甲听，听到真正心会酸，目眶会红。